鍾意睇姜濤嘅訪問，因為佢嘅回答永遠都係咁真，不矯又不做作。好多時喺同一個訪問都會見到不同面向嘅姜濤。之前都有片講過，有興趣可以按描述欄連結睇返。最近呢個訪問又再一次見證呢個多面向姜濤，回應惡意批評，謙和有禮，但保護姜糖就堅定 man 爆。我都係好多謝任何一位呢一行嘅前輩對我嘅一啲批評或者指點啦，因為我覺得我作為後輩，我冇辦法講啲乜嘢。我覺得都係做好自己要做嘅嘢先係。咁我覺得無論係乜嘢嘅説話，我都願意去聽嘅。就有一個好大嘅鬧嗰個就係變咗係鬧我哋啲粉絲。哦，咁我覺得鬧我得啦，係咯，就又唔好鬧支持我嘅人啦，因為我覺得我做得呢一行，我覺得我份人工都包㗎啦，我又冇得話係啊，咁所以鬧我係 OK 嘅。咁我啲支持我自己啲歌迷或者自己啲 fans 就佢哋開心就得咯，係咯，鬧我得啦，係可以。你頂？啊？你頂係嘛？係。即刻名好名喎。即係話你可以搞我，但係唔好搞我家人。真心 man 爆，阿姜夠 man， 姜糖夠叻。有人將一條片 cut 頭 cut 尾，然後斷章取義咁抹黑阿姜，都費事同你嘈盞嘥氣，不如睇返姜糖呢條完整片段，還原真相先講。享受下佢嘅 me time 啊，咁樣其實大部分時間瑩瑩同 BB 都係中間，不過而家瑩瑩喺後面棵樹度瞓緊覺，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？咁佢哋喺野外係啦，其實都係會中意喺啲高處嘅地方瞓覺。講開瞓覺啱啊！平時咧即係瑩瑩都中意有啲 me time 咁樣啦，中意過嚟度食下嘢。咁不如問下姜濤咧，你 me time 中意做乜嘢？基本上都係食嘢嘅。而家見到嘅所有嘅佢哋瑩瑩佢哋會做嘅嘢嘅，基本上都係我日常做嘅嘢啦。唯一不同嘅地方就係我哋會用平時食嘅。唯一一個不同嘅地方就係咁我都捉我都食埋。好係喎。好明顯，姜濤只係 tag 翻奶媽 MK 講瑩瑩瞓覺嘅嗰句，然後男主持護理員再去講解熊貓喜歡瞓覺嘅生活習性，流程暢順，卻無辜被屈唔專業。其實姜做足本分，介紹清晰，仲搞埋氣氛。我哋呢一度咧，總共有3個熊貓嘅生活區嘅，所有嘅環境咧就包括有草地啦、斜坡啦，同埋一啲河流嘅。大概呢啲嘢都係想模仿翻熊貓嘅生活環境啦，等佢哋習慣啲咯。我哋呢度嘅溫度咧，亦都係一個恆溫嘅溫度啦，都係有一個令人覺得最舒服嘅溫度生活。呢度亦都係著名嘅食粥聖地，喺呢度打卡。想唔想試下咧？想。我哋準備10 kg 俾大家食下，晚後邊粥慢慢笑嘅。佢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你自己買翻嚟食下。或者講價㗎，18蚊。一陣間有個環節㗎，係有個比賽，有一支粥鬥快食晒就得。姜濤呢位星級契爸，上次探熊貓連竹葉都食埋，新聞都報咗幾日，咁都未夠專業，仲有咩問題呢？問題應該只係有人喜歡無風作浪啫。姜糖唔好中計，4月係一個開心月份，整個姜濤灣都熱鬧起嚟，可能咁樣會刺激到某些人嘅妒忌及破壞心態，務求將充滿笑聲嘅日子蒙上陰影，冇用㗎喎。一直以嚟，姜糖以團結及堅持支持姜濤，姜濤亦以身教同作品保護返姜糖。姜同糖並肩同行咗7年，互相扶持，共同進步，一起正面成長，真係所謂有乜嘢風浪未見過啊！依家嘅姜同糖嘅力量係可以托起一艘戰艦㗎喇。